美国伫加勒比海出动军舰，派上万的兵力，甚至是进行联合军事演练，讲是要打击毒品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批评美军安尼做，根本就是咧恐吓，嘛威胁区域的和平甲稳定。 美国以打击毒品恐怖分子为名，伫加勒比海、东太平洋海峡进行的南方之矛军事进步。伫有5000名兵力的福州号航母打击群就定位了后，总计击击10多架军舰、1架攻击潜水艇、10架 F-35战斗机，甲15000名兵力。 伫甲高层国安顾问电子被击讨论了后，川普则是伫空军1号，互记者问到要安怎处理委内瑞拉，伊讲已经大概有注意啊。 I sort of have made up my mind. Yeah. I mean, I can't tell you what it would be, but I sort of made up my mind. 美军当日公布一段对运渡船所进行的地面性攻击的影片，类似海上突袭行动至少已经有20场，造成至少76人死亡。16起6日，过会甲千里达参托巴哥共和国展开新一轮联合军事演习。 美国总统马杜罗15日伫米兰达举行的大型反美集会，讲美军的行动是咧威胁区域的和平和稳定，是为着要夺取石油、天然气资源，想要政权换人的借口。 Para decirle fuera de aquí, barcos imperialistas, fuera de aquí, amenazas militares. Venezuela se respeta. 委内瑞拉顶日动员20万陆海空3军官兵一直进行操演，展现捍卫国土的决心。另外一方面，美军这场加勒比海行动的合法性，伫国际社会也是有争议。英国哥伦比亚就连续宣布暂停，也是终止甲美国伫这个地区的情报合作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